呢一樣究竟係咪我所要嘅人生呢？轉捩點係我24歲嗰年，我記得嗰日係星期一，我坐喺 office 入邊做緊一份好無聊嘅報告。突然間我喺度諗，我仲要做呢啲嘢做幾耐呢？做多10年、20年、30年，直到退休，然之後點呢？我開始問自己一啲我從來都冇諗過嘅問題。如果我今日死咗，我會唔會後悔呢？我真正享受緊我而家嘅生活嗎？我有冇為自己生活過呢？答案係令我好不安嘅。我發現大部分時候都係為咗別人嘅期望而活，父母嘅期望、社會嘅期望，甚至乎係我自己對正常人嘅期望。我唔係一開始就係諗做電商嘅，我試過好多嘢去揾自己真係想要啲乜嘢。我試過學攝影，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好中意嘅，但係2個月就放棄咗啦。我試過去 gym，希望透過做運動去揾到啲滿足感，但係都係做咗2、3個月就冇咗動力啦。我甚至乎試過轉工，以為換個環境就會開心啲，但係轉